九龍北架山之上，俯瞰九龍半島，由嘉里發展龍區道3號題外。客廳方位朝東，朝頭早有日光照射入嚟，採光度好高，而客廳嘅闊度超過有11米長。而呢個露台159尺，呢個屋苑只有64個單位，間間都咁珍貴，粒粒都係鑽石。喺呢度住嘅富豪，個個都身份顯赫，非富則貴。私人電梯大堂旁邊會有個衣帽間同埋鞋房，女士們可以擺你啲 Christian Louboutin 嘅高踭鞋。客廳玄關位加埋飯廳總長超過有17米，飯廳可以擺張圓台，一家人齊齊整整，團團圓圓。廚房設有中島台，電器會用美國嘅頂級品牌 Roof， 一家人喺度煮飯可以享受到家中米芝蓮餐廳嘅感覺。嚟到門廳位置，門廳可以分隔翻客飯廳同埋房間嘅聲音，而呢個單位4437尺，4房4套，同大家睇咗2間細套房先。第3間房，發展商採用咗書房嘅概念，望住獅子山下工作，特別精神。嚟到最後嘅主人套房，呢度會有個衣物消毒護理機，俾男主人、女主人去完波、去完宴會，啲大褸可以擺入去消下毒。經過主人房嘅 walk-in closet 嚟到浴室位置，浴室會有地暖嘅功能，冬天唔怕凍親個腳仔。5件頭嘅設計，真正嘅乾濕分離。而呢度仲會有個女士們嘅護膚品凍櫃，可以擺你啲面膜同埋護膚品啊嘛。嚟到呢度題外真係完結啦，希望大家中意啦，拜拜。關注家電站，睇樓唔使煩。